大家好，我係黃麗國。一個15歲少年尋日挨晚將5支有爆炸性嘅粉末帶到香港仔警署，並準備引爆。警員及時阻止並將佢拘捕。警方凌晨喺佢華富邨住所再搜出一批懷疑爆炸品。爆炸品處理組警員將搜出嘅懷疑爆炸品放喺門外走廊並進行引爆。警方派出軍火專家搜查，又向附近居民查問。警方話疑犯涉嫌藏有爆炸品被捕，又話佢有精神病記錄。香港仔警署報案室台面呢個白色盒裏邊有5支，一共大約200克有爆炸性嘅白色粉末，隔離仲有一個打火機。警方話星期二挨晚6點左右，一個15歲青年帶住呢個盒行入報案室。咁佢就同我哋嘅警務人員講呢，就係話係想試圖呢係引爆呢，就燃點呢啲嘅爆炸嘅會爆炸嘅白色粉末啦。咁亦都喺現場呢，就拎咗個打火機出嚟呢，係嘗試去做呢個燃點同埋引爆嘅。咁好在當時呢，我哋報案室嘅同事呢好機警啦，即時呢係即制止咗呢個人士，亦都呢即刻係疏散咗喺報案室入邊呢使用緊我哋報案室服務嘅市民嘅。警方通知爆炸品處理組人員，消防亦都到場戒備。經檢查之後，確定粉末具爆炸性，學名係3個氧化三丙酮，英文簡稱 TATP。爆炸品處理組人員隨即喺警署內將粉末引爆，冇人受傷。喺警方處理爆炸品期間，香港仔警署一度要關閉，電話同報案室服務亦都要暫停。涉案嘅青年凌晨被帶返華富邨寓所調查，警方話佢無業，亦都冇返學。佢自稱由書本上面學到爆炸品知識，喺坊間買涉案嘅粉末，而佢有精神病記錄。港島總區重案組接手案件，正係調查疑犯嘅犯案動機。無線電視記者李子琪報導。全國政協常委會今日會表決係咪撤銷自由黨黨魁田北俊全國政協委員嘅職務。有政協常委話係因為田北俊早前建議行政長官梁振英考慮辭職，違反全國政協嘅章程。駐北京記者林燕邦報導。喺北京舉行嘅全國政協常委會會議，下晝討論其中一項議程係免除田北俊嘅全國政協職位，原因係咩呢？咁我真係覺得特首梁振英先生真係要考慮下，如果喺未來2年佢繼續做行政長官，係咩都做唔到嘅，係咪佢真係自己應該考慮一下？係咪佢應該向中央政府請辭？全國政協常委陳永琪證實，係因為田北俊呢一番説話，令到政協常委會議討論撤銷佢嘅全國政協職位，並且附有文件解釋，話田北俊嘅言論違反咗今年3月11號全國政協通過支持特區政府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嘅決定，違反全國政協嘅章程，所以建議撤銷佢嘅職務。陳永琪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邀請港澳政協晚宴嗰陣有解釋，全國政協委員係咪仲可以係批評呢個特首或者呢個批評呢個政府呢？嗰個答案係可以嘅，就係只要係呢個係支持佢，你可以批評佢。決議係要支持呢個特區政府同埋支持呢個行政長官依法施政，咁即係叫佢辭職，就變咗唔係支持佢啦。佢又話：根據佢喺晚宴理解到嘅信息，田北俊仍然係愛國愛港人士。嗰句好清楚嘅呢，就係呢件事呢係針對事嘅本身，就唔係針對呢個田北俊先生嘅。咁所以呢，田北俊先生仲係呢個喺中央嘅眼光呢，佢係愛國愛港嘅人士，同埋呢就係大家仲係朋友。全國政協常委會喺星期3下晝嘅會議上面表決有關嘅議案，陳永琪預料議案好大機會獲得通過。無線電視駐北京記者林燕邦報道。田北俊暫時未有回應，佢嘅細佬田北辰相信撤去政協委員職務係一種懲罰。有內地學者話今次嘅做法超乎常規，顯示中央要求建制派堅持係行政長官梁振英。
田北俊嘅細佬，港區人大代表田北辰話：佢理解中央嘅做法。褫奪呢個政協，你都話係一個懲罰。如果你中央冇表態嘅，你講乜都冇所謂，你有言論自由。如果中央有某啲人講咗咧，你都可以話你冇聽過。但係如果去到第一把手講咗啲嘢，而係有任何人稱自己為建制派，但係又唔認真落實行呢條路嘅咧，即係嘅意思係不但止冇出嚟高調撐阿梁振英，仲有其他嘅含義嘅話咧，咁佢哋會覺得你都冇乜可能叫自己做建制派啦。田北俊公開同其他建制派唱反調已經唔係第一次。2003年23條立法觸發7月1號50萬人上街。幾日之後，田北俊突然要求政府押後立法，辭去行政會議成員嘅職務，令政府唔夠票恢復二讀，最後要擱置立法。佢擔任嘅全國政協委員主要職能係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同參政議政。章程第29條定明，如果委員嚴重違反章程或者決議，可以被撤銷資格。但係第27條亦都提到，委員有對國家機關同工作人員嘅工作提出建議同批評嘅權利。有內地學者認為，因為一兩句説話喺任期中途被撤銷政協嘅職務，做法係超乎常規。就立刻免他的職，這個事情可能做得有些過分，但是這有可能是看出就是中央政府某一種態度吧，他們不希望這個有其他的聲音出來，這個態度啊，看出來就是他們還想保留的意思。現在因為這個好像不跟中央一致的，包括我們看這些香港的藝人們，他們的這個在大陸的這些個演出也都被停止了。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話，中央認為過去嘅管治困局，其中一個原因係建制派唔團結，相信今次係要整頓建制派嘅紀律。無線電視記者吳景俊報道。佔領行動超過1個月，金鐘、旺角等地區夜晚繼續有人佔據馬路集會。學聯提出第2輪對話嘅2項前提，又話如果政府未可以承諾，請安排學聯直接同總理李克強對話。另外，佔中發起人將會重返大學授課，但否認係退場。大律師公會發表聲明，指目前佔領人士集體違抗法庭命令，可以令到社會逐漸陷入無法狀態。先睇下大律師公會點講。大律師公會嘅聲明話，近日有人呼籲群眾集體違抗法庭針對旺角同埋金鐘嘅佔領行為嘅禁制令，公會感到極度憂慮。公會話，任何人如果認為法庭唔應該頒發有關命令，應該向法庭提出申請。法庭考慮禁制令應該係繼續生效定係解除，會以聆訊入邊嘅證據同埋陳詞作為判決基礎。而法庭命令喺撤銷之前，任何人都必須遵從。聲明話，法庭嘅尊嚴同埋權威都係法治概念嘅基石。當群眾故意集體協力咁樣違抗法庭命令，必然會引致直接冒犯法治嘅惡果。而公開呼籲群眾集體違抗命令，法治必遭侵蝕。公會話，法治唔會認同你做初一我做15之類嘅策略。雖然好多人包括大律師公會在內都認為人大常委會喺8月31號做嘅決定對公民同埋政治權利施加咗不合理限制，但係就唔等同市民因此就有權走向另一個極端，集體違抗法庭命令。認為呢個無異於擅自執法，令到社會逐漸陷入冇法嘅狀態，亦都已經超出咗合理容忍嘅限度。公會喺聲明入邊話，有著名嘅政治人物對違反法庭命令不以為然，批評佢哋呢種態度無異於鼓勵市民繼續無視法庭嘅命令。公會話，法治係一隻唔能夠打爛嘅蛋，形容而家法治係危如累卵，迫在旦夕。無線電視記者林志豪報導。佔中發起人戴耀廷話：大律師公會嘅意見，法律界都有唔同睇法。公民抗命同埋法治嘅關係，可以待運動結束之後作相當長嘅學術討論。學聯秘書長周永康就話：法庭發出禁制令之後，仍然唔服從。
學聯同埋佔領者都認為呢一個依然係喺公民抗命嘅範圍，又重申喺運動結束之後會接受法律制裁。佢反問大律師公會當初認同人大常委會嘅決定違反基本人權，而家又批評佔領人士係咪改變立場？佔領行動尋日踏入咗1個月，幾個佔領區舉行密集。學聯就提出第2輪對話嘅2項前提，又話如果政府未可以承諾，請安排學聯直接同總理李克強對話。3、2、1，挨晚5點57分，喺金鐘嘅佔領人士撐起雨遮，企滿夏慤道。民主不怕催淚彈。默站87秒，抗議警方施放87枚催淚彈。而喺旺角彌敦道，有人派雨遮俾集會人士，亦都一齊舉起雨傘。學聯上個星期同政府進行首輪對話之後，再向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發公開信，話第2輪對話應該以達成實質成果作為前提，政府應該承諾向港澳辦提交嘅民情報告必須要包括港府要求人大常委會撤回8月31號嘅決議，同埋承諾討論政改嘅多方平台必須要朝向訂立包括公民提名同埋立法會選舉廢除功能組別嘅時間表同路線圖。如果政府係冇辦法承諾，咁懇請香港政府將香港人或者香港學生要求政改問題得以解決嘅意見，直接轉達俾國務院總理李克強，要求佢請求佢直接同學生對話。金鐘嘅佔領人士又點睇呢？永遠都係即係溝通係直接溝通係好嘅，咁但係喺我哋嘅政制啊，喺我哋嘅文化啊咁等等係咪做到我就唔肯定咯。中央只會同一啲即係唔會同學聯啲咁低層次咯，可能啲高層次啲嘅人對會面，例如香港政府啊一啲嗰啲官員。金鐘呢一度嘅集會人士明顯比前2晚多，有人就話啦係專登請假過嚟集會。另外，佔中發起人戴耀廷同陳健民會返去大學復教，戴耀廷話係重新調配，唔係退場。我自己個人啦，都有一啲嘅即係去能夠喺呢個階段能夠承載到嘅極限，要繼續可以係去延續緊嗰個佔領行動咧。參與個佔領行動，我哋就必須要做啲調教情緒啊、體力啊、其他方面生活啊嗰度咧，做到一啲嘅調教之後咧，能夠可以俾我哋有更長期留守嗰個能力咯。我哋嘅團隊仍然都喺度。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就認為，佔中發起人復教對佔領行動唔會有實質影響。無線電視記者趙佩如報導。轉頭返嚟會有其他消息。